獎先啦。咁啊，今次大會咧都好別開生面啦，諗咗呢個方法咧就係咧突破呢個 poster， 咁啊寓意咧就係我哋嘅 Pink Magic 咧櫻花暖紅咧係突破10萬次嘅紀錄㗎。作為呢一個品牌代言人啦，自己咧有咩心得咧用呢個 product？ 其實我以前咧個嘴唇就比較暗黑啲嘅呢個色，咁同埋有時食完嘢之後咧，啲唇膏甩咗啦，就會見到好似好冇血色啊，個人好似好唔精神咁樣。咁但係自從用咗 Pink Magic 之後咧，咁我覺得成個人係你感覺嗰種紅咧係喺裏面滲出嚟嘅，同埋最緊要咧就係佢唔會甩色，即係唔會話飲嘢嘅時候黐晒啲顏色喺個杯度啊，咁又好尷尬啊，同埋又唔靚啦，咁又可以成日都 keep 住啊好精神啊，好靚咁樣，加埋而家你知道興一啲好自然嘅 nude 妝啦，咁我覺得如果可以用到 Pink Magic 呢個粉紅色去襯起上嚟咧，咁又會又自然同埋好似好青春咁咯，我感覺好靚咁樣嘅。一陣間咧示範啲咩咧可以用呢個 Pink Magic 咧，其實就係要搽下呢個 model 嘅 nipple 㗎。嗱，咁咧喺未搽之前咧，大家可以睇一睇啦。咁啊就係 model 咧本身個 nipple 咧即係啡啡地、寬寬地、好暗啞嘅顏色㗎。咁啊，我 Peggy 手上面咧就攞住呢個 Pink Magic 咧，就係支出嚟係白色㗎，絕對冇一啲嘅化學色素喺度。而家咧 Peggy 就會幫 model 嘅 nipple 咧搽上呢一個 Pink Magic 啦。大家可以一齊見證呢個1分鐘嘅係啊，會對粉紅色嘅功效㗎。先咧冇搽嘅咧就係 model 嘅左邊嘅 nipple， 有搽嘅咧就 model 右邊嘅 nipple， 可以見證下嗰個顏色嘅變化㗎。好，我問下 Ella 啦 ，Ella 咪唔敢望啊？我未望啊，我等佢變咗，不如望下。哦。俾記者同我影下相先嚇。我睇到冇得食啊！可唔可以俾你揸住做一做樣得唔得啊？揸住做一做樣。揸邊度？揸住支 Pink Magic 就 OK 嘅。揸住咁樣咪啦。好，咁啊，頭先搽咗個 model 喺 Harry 嘅身上。Ella 右邊。咁咧，我諗 Ella 可能係距離啲可以睇到啦。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自己要在每一天工作完之后，要个 cleaning 是非常的重要，是为下一次的化妆准备的，还有都要找到一些很适合自己用的化妆品啊。我觉得最重要是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用的那个lip balm 还有 lipstick， 有一些 lipstick 好像看起来很漂亮，但是可能会很干啊什么的。但是我自己用的都是比较天然的，还有就是比较润一点的，还有涂了之后呢是粉红色的，就觉得看起来比较青春一点。我以前的嘴唇是比较颜色是比较深一点，然后用了一段时间，慢慢其实你觉得是立即的变得粉红色，然后 constantly 一直用的话了，就可以每一天都 keep 得非常的粉红色，然后自然。因为现在都如果是不是出售啊登台啊，平常在活动上面都会画一点比较自然一点颜色的化妆，所以可以用这个 Pink Magic， 我觉得配合这个自然的妆了，看起来就好像那个nude natural look 很明显。